成功嘅第9個法則咧，就係一件痛苦嘅事情咧，背後必然有一啲正面嘅價值喎。當咧有啲人話呢件事情咧我失敗咗啊，令到我好痛苦啊，佢哋每一日咧不斷咧咁樣去沉咧喺呢件事情咧痛苦之中，佢會講嗰件事情咧係啲乜嘢做唔到，乜嘢做唔到。但係相反咧，其實你可以咧睇翻呢件事情上面咧，你可以睇翻咧，我有啲乜嘢係可以做得更加好，甚至乎咧喺一個過程裏面咧，你不斷檢討，當日後嘅話咧，你行翻同一樣嘅軌跡嘅時候咧，你又可以咧將個事情咧係做得咧更加卓越同埋更加成功嘅。所以話咧，每一件錯嘅事情裏面咧，或者痛苦嘅事情嘅背後咧，你唔使緊張，又或者唔使擔心。你最緊要咧係不斷咁檢討。我哋成日話成功最緊要係乜嘢？係檢討，檢討咧先至係咧成功之母喎。